2025年3月18日，十字架的預影，完全的愛。到那日，你必說：耶和華啊，我要稱謝你，因為你雖曾向我發怒，你的怒氣卻已轉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啊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他，並不懼怕，因為耶和華神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詩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小強嘅爸爸好鍾意砌模型㗎，佢用咗幾個月嘅時間去砌一個模型，就係要準備參加比賽。有一日，小強喺屋企踢波，一個唔小心就打爛咗爸爸辛苦製作嘅模型。佢睇見滿地碎片，好驚咁樣將呢啲碎片執返上台。爸爸返到嚟屋企，見到模型已經變得支離破碎，佢面色一沉，眉頭緊鎖，然後就好嚴厲咁樣同小強講：小強，你知道呢個模型對我嚟講有幾重要啊？我已經提醒過你好多次㗎啦，唔可以喺屋企踢波㗎嘛。你一時唔小心，我係要付出幾大嘅代價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小強耷低個頭，佢嘅淚水喺佢嘅眼裏邊喺度打轉。佢講：對唔住啊，爸爸，我唔係故意㗎。為咗俾小強深刻體會自己嘅錯誤，爸爸決定俾佢一個嚴厲嘅懲罰。佢叫小強每一日放咗學之後都唔可以玩，要喺佢重新製作模型嘅時候喺佢旁邊打掃、清理工具、整理文件。雖然呢啲對一個細蚊仔嚟講並唔係輕鬆，但係小強漸漸就明白，每一個成果都需要付出努力㗎。佢睇見爸爸好認真嘅去工作，開始享受呢一段嘅時光，並且明白呢個係爸爸對佢嘅愛同埋教導。以色列人錯誤地以為上主係一個溺愛仔女嘅爸爸，佢嘅愛係冇公正要求嘅愛。佢哋以敬拜偶像嘅觀念，以為只要做好宗教嘅行為就可以討上主嘅喜悅，並且得着祝福。但係佢哋忽視咗上主喺愛裏邊都有公正嘅要求。佢哋就好似一位自我中心嘅仔女，喺生活裏邊自把自為，但係遇到困難嘅時候就期望喺父母身上得到幫助。上主嘅愛係兼具公正同埋恩典嘅愛。對於屢勸不改嘅仔女，為咗佢哋嘅好處，佢一定會施以管教。但係佢嘅管教並唔係為咗毀滅，而係為咗愛。所以管教過後，佢仍然都會係安慰同埋醫治嘅。上主呢一份兼具公正同埋恩典嘅愛，唔單止係佢嘅本性，亦都係佢對子民行事為人嘅期望。因為冇公正嘅愛就係溺愛，只能夠結出自我中心嘅果子；冇愛嘅公正，只能夠結出自以為義嘅果子，或者活喺恐懼中嘅關係。耶穌基督喺世上透過神蹟同埋宣講，俾人經歷呢一份公正同埋恩典嘅愛。佢一方面醫治絕望嘅人，同時又藉住指出人嘅罪，呼籲人悔改。佢喺十字架上為咗人嘅罪接受審判同埋懲罰。喺空墳墓，佢將完全接納嘅恩典賜俾願意悔改嘅人。因着呢一份兼具公正同埋恩典嘅愛，天國喺世界上得以被看見，天父嘅旨意喺地上就可以成就啦。父神嘅名喺萬國中被稱頌。默想反思：第一，
你點樣睇上主嘅管教同埋恩典啊？逃避管教，淨係想要恩典，活喺管教中不配被愛。第二，試回想生命中點樣因着主嘅管教而使到自己更成熟、更深明白佢嘅愛呢？